高雄唱歌，已经唱过33场。对，他从那一年加入就没有间断，而且他竟然成为我们听希望在唱歌，除了我们2位董事林志炫跟彭佳慧以外，演出最多场的一位。接下来我要借由大家的手，热烈的掌声给许富凯。 第一首歌不是那个加油牌拿反了啦，给我送给大家。有一个人，找无人甲咱友合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偌敖。 真好真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阮将青春过伫领导，阮对少年。 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给恁老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我会为你先走。 我会勇敢看你为我目屎流。谢谢2楼的朋友，待会一起唱哦哈。一起来。 有一个人，有时有惊你有效，你若无聊，摕咱的相片，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我缘投，千好千歹无计较，怪东怪西嘛袂晓。 所有的医护人员，还有现场所有的家属，还有我们的这些需要用音乐来疗愈的病患们，谢谢你们来听我们唱歌。那今天呢，我安排这些歌曲都不是我自己的歌，我唱一些别人的歌，对。我相信这些歌你们听的都一定会唱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叫做《
茫茫到青天，一起唱，谢谢。刚刚有听到，就是林英姐讲，我的第一场听希望在唱歌，就是在长庚。我记得是2010年的时候，当时还是在一个礼堂里头，对，然后在一个很冷的冬天。对，因为那天刚好寒流，对，寒流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对，然后呢？有点头的，就是我们当年都在。是，所以当时对我来讲，那是我的第一场，但也是开启我的，对于来癌症希望基金会唱歌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头羊的第一场，所以今天呢是我的第33场，我希望未来还有机会，可以常常来高雄，不管是
长庚、高一等等的，只要可以用我自己的声音带给大家温暖，或是快乐，或是得到心灵上的救赎，我愿意唱，就麻烦你们继续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因为呢，在台下我看到很多我有一些认识的朋友，比如说会有脸的张姐，对，认识啊，因为我曾经去做过他们的那个春酒，对。所以他的支持会不会只是因为你啊？真的假？我跟你讲，我这些阿姨的朋友都是伊的好姐妹。那我们真的是谢谢傅凯了。没有啦，不是我啦，重点是因为我们爱心希望基金会做得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所以呢，希望呢，如果喜欢听歌的朋友，欢迎你们每一年，只要这个讯息播出来的时候，就欢迎你们大家来听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我需要一个女伴啊，因为它是一首合唱的歌曲，有没有人？我想请问，如果2个女伴可以吗？哇，我看我能不能吃得消这个？因为我知道，你可以先介绍你心目中的女伴，你先介绍。张凤书小姐。我觉得不太公平，为什么给啊没有 cue 我？然后接下来这首我知道你要唱什么，你要练秋叶哦，要 cue 我，什么意思啊？没啦，你张五先练习啊。我早上唱到咪咪毛。但是昨天那个 key 有点太高，我们给他低一点。对，但是我刚刚问你说可不可以有第2位？是，因为不是我啦，我跟他一样恭维的要去过，就是我们长庚有一位护理人员，是，所以说哈，是你的铁粉，只要你能拥抱他，他是会昏倒的那一种。我要看，我也要看。那我们说最喜欢这种场面了。我最喜欢这种场面，昏倒。可以给一支麦克风吗？给一支麦克风，有了哈。是。因为我看到穿着衣服，代表是都是听希望在唱歌，长庚动员了非常多我们癌症中心的伙伴，还有社福部各个癌症资源中心，大家都帮忙，代表是一直都有在参加的。所以既然这样，刚刚有满足到你了哈。有领导又再起来了，但是我对你有印象，你好像很会唱歌。有一年是不是坐在那里？我之前刚到基隆唱歌的时候，被那个资炫。对，因为表现得不好被 cancel 了。不会，我光听他这个声音哦，就是会唱歌。感觉就是很会唱的。对啊，我今天没有准备，而且有点感冒。我们最喜欢感冒的。对啊，你知道今天那个耳鼻喉医师呢？对。我先来看谁一下，快点。对，好了，我献丑，我们就一起唱嘛。不能献丑。可以啦。我跟你说，就你了。老师，音乐直接下来，让他下去了，快点。我下去。你等一下，跟我最后一首。哎呦。你们会唱吗？他说他不会唱台语，那就帮他喽。远方的光线，台湾的故乡。
今天歌单安排的比较特别一点，因为呢，刚刚讲到不是选自己的歌，因为我想要把以前一些很好听的歌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也想要在医院挑战一些事情，什么事呢？我想要在音乐唱呼噜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对。会不会想要有人上在这？有没有人想要上来跳？没关系，我记得有一位那个骨科的，对不对？有一年跟彭佳慧一起跳。骨科的叫什么？骨科的都跑到最后。哎，他姓什么？吴瑞文医师。吴启贤的吴启贤，吴董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很会跳。来，吴董。我们为你安排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小吴董。你会唱吗？吴董，给他挑明了。我的爱你准备起来，刚听拿回去来了。我们要宾至如归啊！来，再来听一首《呼噜》，谢谢。那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，就让傅凯再为我们
清唱或什么一个老歌或什么，就要让他单独唱，好吗？哇！我跟你讲，昨天风叔姐有给我点一首老歌。对。因为哦，现场有很多都是长者，是，那都长者都喜欢听一些很老歌、很熟悉的。然后我觉得傅凯唱真的，你讲的长者是这边吧？哎，他们没有承认。这些不够长，这些不够长，哎，会长回英雄，会长回英雄，对哦，对不？对吧？你屌歌有会长英雄的爱吼，弄爱啊，不然我就清唱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啊，我心内。思我的人，你怎样离开阮的身边？叫我为着你迷离心意，深情诉无离，心爱的。说呀！你看那一票全都眼眶红了。刚强啊，那个我准备听下不？啊，嘉倩姐，你要不要先坐高铁回去？没有了。我们后面还有很精彩的嘉倩姐，我觉得我要把时间再多留给她，好不好？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全唱一起，你是我最爱。